歡迎，唔該歡迎。左說話處處長吳文傑 JP。香港海關關長陳子達先生。咁啊，我有文醫生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大家好犀利嘅，有好多女廚神喺度啊！咁啊，其實咧，大家我諗如果有睇過《射雕英雄傳》咧，中國香港女廚師協會成立典禮。協會嘅成立唔單止係香港嘅餐飲界一大盛事，更加係香港女性喺專業領域能力同埋地位嘅一次重要嘅展示。香港作為國際嘅大都會，我哋凝聚喺一齊就係星辰大海。我相信憑着我哋嘅熱情、智慧，彼此共融，我希望搭建一個平台，一個要交流同埋學習嘅平台，讓豐富嘅前輩能夠充分咁分享心得，讓嶄露國頭嘅新秀獲得指導。所有熱愛烹飪嘅女性可以喺呢度共同切磋、分享資源，創造發揮價值，更為職場上遇到挑戰嘅女廚師們提供幫助同埋支援。我哋係彼此成為最堅實嘅後盾。我哋匯聚奏唱國歌。